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应验牧师，我是刘应验牧师。今天我们的片头音乐，哇，是人的声音，我们就可以猜得出来，这是上帝的创造哦。前面几天都是上帝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创造了一切的美好，然后最后一天才创造我们人类。我们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他把一切都预备好以后，让我们一被创造就享受这一切的美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位上帝，他就是爱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责，规定你或是爱定你呢？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1章16到22节。有一对情侣啊，他们常常吵架。那么这个男士呢，他就说，如果政府有规定一个人一生只能对一个人好，我情愿那个人就是你，我无怨无悔，至死不渝。但偏偏政府没规定，那就算了吧。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一个人可以用规定、用管定的吗？如果规定了、管定了，那是爱吗？或者是你要问我，叶牧师，那什么是爱呢？对，刚才你有听到那人唱的声音哦，那是我们迦南教会青年们自己创造、自己唱歌，他们就唱出了神是爱。打开我们的心高声来唱神是爱，告诉每个地方的人，这位爱的上帝创造天空和那深海洋，他创造飞鸟和那蜜蜂芒，他造了一切你和我，因为神是爱。所以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看看这个大自然，是上帝透过大自然所写的圣经我们每天读了，除了要读神写下来的启示的圣经，大自然也是透过大自然写下来的，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爱。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呢，让上帝爱个够，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爱可以用管定了吗？或者是爱定了？今天的经文很妙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经过前面几天第1章开始，他在全盛时期邀请他各省的人民跟他的友邦，他希望集结大家宴请180天，除了炫耀他的王宫已经盖好之外，还有他的国力，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他想要打希腊他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在中国种种180天欢乐，另外还这个耍团7天，在最后一天这个心中很快乐，就要邀请他的王后，美丽的王后出来，让大家看看他王后有多美丽，但王后拒绝了。哇，这个我们不管他拒绝的原因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但这个亚哈随鲁王不能接受他气坏了怒火中烧，旁边的这些臣子真的也是这个都站在他那一边，因为他们都是男人他们就说这个怎么办？按照法律我们该怎么处理？家务事要用法律来处理，那么我想麻烦事会更大不会变小在家里讲究就是爱你也搬出法律来要法办我想这是不是智慧的人做的事。今天他进一步他说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就讲到了这个米木干对王和其他的这个官员就说，
王后瓦实提不但侮辱了王呢，也侮辱了王各省的臣民。国内的国王女人若一旦听到王后所做的事，就会开始瞧不起自己的丈夫。他们就会说，亚哈随鲁王命令王后瓦实提去见他，他竟拒绝了。哇，那你们可以想象啊，这个波斯和米底亚的贵妇们一听到王后这种行为，很快就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丈夫，这样一定会有数不清的藐视和不满啊。如果陛下认为合适，请下一道谕旨，从今以后瓦实提不准再见王，并且把这个谕旨写下来，定为波斯和米底亚的法律，永远不得更改。也请陛下把王后的地位赐给比她好的女子。陛下的谕旨要公布到王国全境以后，每个女人不管丈夫是贫贱或富贵，就会好好的尊敬自己的丈夫了。王和他当这个大臣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照着米木干的建议去做。王下令用各省不同的语言通告各省，每个丈夫在家应该做主，他的话有绝对的权威。这个王竟然听了这个官员要法律规定一个丈夫应该有的权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人吗？上帝所创造的人没有分男女，这看起来听起来就知道男尊女卑，男在家做主啊。而男女之间，其实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我们一开始也有讲，创世纪讲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都是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没有谁是别有绝对的权威。而没想到亚哈随鲁王这个王竟然要规定这个家应该人跟人之间，这个夫妇之间是规定你还是爱定你呢？我想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结婚，我们很清楚，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我一路爱到底，不管你发生什么事，而不是像今天我们经文讲的从今以后这个不论是丈夫是贫贱或富贵，就好好尊敬自己的丈夫这个我越说觉得这个越觉得是笑话了人的尊敬是用规定。我想我们应该要改写，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在立约结婚，在神的面前誓约，不管丈夫或太太，就是不管我的配偶在神的面前我立约，贫贱或富贵我都要尊敬你，我都要尊敬彼此，因为我们是上帝你所造的，我们尊敬是主，我们尊敬你。我们有一个决定，我们要一路爱到底。那么或许你会问音乐牧师，那我们约定我们一路爱到底，这不是规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经过你决定你自己要去思考。如果你决定了，你跟神也有誓约了，这是你的决定，给你的决定。所以神的爱不是没有界限，神对我们只有一个界限，就是他亚当夏娃他创造的时候说，什么你都可以吃，园里面一切的美好都可以吃，唯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我们的神是有爱也有界限，在我们夫妇当中也一样，在我们人跟人之间也一样。我们不是因为惧怕谁管定我们，而是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爱定了你，爱定彼此，因为神就是这样爱定我们。
我们哪有不爱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位？而且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哦，我们自己决定彼此相爱，彼此来誓约。那么我们就好好来爱个够。如果不知道怎么爱，先让上帝来爱吧。所以我们来默想，爱定你是决定还是规定呢？一路爱到底的决定是因为什么？不知道怎么爱是吗？那就先让上帝爱个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就是爱，谢谢你，你的爱光照我们。主，我们真的是一个不完全，但主你却用你的完全来爱我们。主也因着你爱我们，我们学习去爱，特别我们身边跟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人、家人，让我们学习主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爱里没有惧怕，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你在我们生命里，有主你的生命，我们这个整个人我们就活起来。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爱与活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我们被神好好爱，然后我们禁不住就爱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最亲密的家人哦。我们明天见。